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 Man 空睇嘅 YouTube Channel。CSL HK Mobile 推出咗兩款英國儲值卡，全部都可以英國玩到 5G 漫遊數據。咁當中有一款係年卡產品啦，包含咗全年英國數據，再加埋香港本地數據。咁而今日兩款卡啦，全部都會送翻英國嘅漫遊通話嘅。咁依家就開始同大家介紹啦。呢兩款新產品分別係30日卡啦，同埋365日卡，即係平時所講嘅年卡啦。咁全部都包含咗英國嘅 5G 漫遊數據，同埋英國嘅通話分鐘。首先同大家介紹呢兩隻 HK Mobile 英國儲值卡嘅基本資料。第一，呢兩張卡都係由 CSL 推出啦。第二，就每張電話卡都會提供一個香港電話號碼，但係留心翻啦，就係唔會有任何嘅英國電話號碼。第三，呢兩張卡都需要做翻實名登記手續啦。咁然之後啦，就同大家去望望去用啲乜嘢網絡。喺香港就順理成章啦，用翻 CSL 嘅 4G 網嚟提供服務。而喺英國啦，咁根據官方資料咧，就可以用到 5G 網絡嘅。咁但係就從來冇講過係用英國邊一間電信商去提供服務。咁所以試咗知道答案朋友啦，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就同我哋講翻啦。除此之外，同其他 HK Mobile 電話卡一樣，佢哋都支援香港嘅 VoLTE 同埋 Voice over WiFi， 另外都可以網上做翻自助 MMP 攜號轉台，咁都可以用嚟養 number 嘅。同埋啦，佢哋都可以支援翻漫遊服務，可以喺外地免費接收漫遊短信。咁除咗英國啦，咁喺其他國家啦都可以用到漫遊嘅。咁最尾個好大嘅優點啦，就包咗免費嘅 CSL WiFi 熱點服務。每張電話卡開卡都會提供10蚊嘅儲值額啦，同埋係免行政費嘅。係時候介紹呢兩張電話卡嘅詳細服務資料。左手邊就30卡，又或者可以叫做月卡；而右手邊啦就365日卡啦，即係年卡嘅。咁呢兩張電話卡都會包含咗英國嘅 5G 漫遊數據啦，同埋英國嘅漫遊通話嘅。咁先講左手邊嘅30卡啦，就包咗10GB英國 5G 漫遊數據。咁當爆 data 之後啦，都會跟翻 128K 限速無限上網嘅。咁換言之，就係張無限上網嘅英國卡。而右手邊嘅年卡啦，就包咗全年15GB嘅英國 5G 漫遊數據。咁除翻開啦，平均每個月就1GB多少少嘅用量。但係年卡咧，用完數據就會停，就唔會有任何嘅限速無限上網啦。至於英國嘅漫遊通話啦，每30日就會發放50分鐘嘅，咁所以年卡啦就會發放12次。咁最尾咧就香港嘅本地數據，咁都好重要嘅分別啦。咁左手邊嘅30日即係月卡啦，就係唔會提供任何香港嘅數據。咁假如需要喺香港上網嘅話，就要另外增值再購買香港嘅本地數據組合。而右手邊年卡啦，就會包咗全年20GB嘅香港本地數據。由此可見，月卡同埋年卡除咗預設服務組合有效期呢個最大嘅分別之外，另外都仲有兩個分別啦，可以分辨翻佢哋，幫到你揀到張啱心水嘅電話卡啦。首先月卡啦就會包咗英國嘅限速無限上網啦，就多重保障可以俾大家打翻底嘅。但係年卡啦就係冇跟任何嘅限速無限上網，所以佢嘅英國數據用完就即停噶啦。而第二個分別啦，就月卡係冇跟到任何香港嘅本地數據，而年卡啦就包咗20GB嘅香港本地數據，就成為一張啦香港加埋英國嘅年卡啦。但係都想提醒翻大家，今次 HK Mobile 嘅英國儲值卡啦，喺英國當地就會提供 5G 嘅漫遊數據嘅。咁而官方啦都冇提及到任何嘅速度限制，但係年卡嘅香港本地數據就講到明係有速度限制嘅。咁最高下載速度啦就限咗42 Mbps，就同平時年卡一樣啦。咁另外最高上載速度就鎖咗5.76 Mbps。至於英國漫遊通話分鐘，都係今次 HK Mobile 英國儲值卡好大嘅優點啊！因為平時香港嘅儲值卡去英國打漫遊 call 收費真係非常之乸利噶，咁逐分鐘計翻啦，其實都好貴嘅。咁而今次啦，呢啲卡都會每30日送翻50分鐘嘅英國漫遊通話。咁根據官方條件啦，就適用於3個情況：第一就係英國當地接聽來電啦；第二就係英國致電香港；第三就係喺英國致電翻英國嘅電話號碼。第一個位大家都要留心翻啦，當你打電話出去咧，顯示咧就係香港嘅電話號碼。
講完英國漫遊通話之後，咁細心嘅朋友就會發現啦，今次兩張英國儲值卡啦，雖然係支援香港嘅本地通話功能，咁但係開卡預設服務組合啦，就係冇包含到任何香港嘅通話分鐘。換言之，當你香港打電話啦，又或者聽電話，就需要另外收費。咁依家就同大家去望一望個收費係點啦。HK Mobile 嘅本地通話收費可以話非常之濕滯㗎，咁分做3個唔同嘅收費價格嘅。咁第一樣嘢啦，就每個月頭200分鐘啦，就按照你講電話嘅時段去決定收你幾多錢嘅。咁如果夜晚9點鐘啦，去到第二朝8點59分就收你6仙1分鐘。咁但係喺9點啦，去到夜晚嘅8點59分啦，就會收貴1倍，就1毫2 1分鐘嘅。咁但係每個月收費啦，你當超出200分鐘之後，就會加價去到2毫5 1分鐘㗎。咁所以見到啦 ，CSL 就唔鼓勵大家講咁多電話啦。雖然呢兩張 HK Mobile 英國儲值卡包含咗每30日50分鐘嘅英國漫遊通話，咁但係唔覺意打爆咗嘅話咧，都要逐分鐘去收翻錢嘅。咁根據翻官網嘅收費表啦，咁英國漫遊通話啦，就每分鐘係收費8蚊雞啦。最後一個環節就分享翻呢兩張英國儲值卡，當用完之後你要續期有啲咩 plan 可以選擇嘅。咁英國 plan 啦就提供2款啦，就同開卡預設服務組合基本上可以為倒冇咁滯啦。咁第一個係30日 plan 啦，就收費108蚊嘅，就包咗10 G 嘅英國數據啦。咁跟住就 128K 限速無限上網，另外都會送翻50分鐘嘅英國漫遊通話。跟住第二個 plan 就連 plan 有效期365日啦，咁收費就198蚊啦，就提供15 G 英國嘅5G 漫遊數據，咁另外都會送翻50分鐘嘅英國漫遊通話啦，再加埋香港本地20 G 嘅數據。好啦，今集節目就暫告段落，咁都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。咁唔知道你點樣睇呢兩張新嘅英國儲值卡啦？都好歡迎下面留言，就同大家分享翻你嘅睇法。咁其實今次兩張新卡都推出得非常之低調嘅。咁就今日啦，啱啱行過鴨寮街睇電話卡啦，先無意中見到兩趟突然間擺咗出嚟，我都擘大咗隻眼望咗陣，咦係 CSL， 咦 HK Mobile 吓英國儲值卡咩話連卡？咁我先發現啦，呢兩張卡咁今晚翻到嚟啦，上翻 CSL 官網就見到呢兩張新卡嘅資料，咁所以嘅新鮮滾熱啦，就同大家率先介紹咗先啦。咁其實 HK Mobile 啦都好適合用嚟養 number 嘅，咁每年啦就只需20蚊雞增值券啦，就可以延長有效期365日。咁所以大家呢張卡係好定還是唔好啦？咁都好歡迎下面留言，就同大家分享翻你嘅意見啦，你嘅睇法。咁最尾都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啦，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喺度都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啦。